走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月牧师。9月16日，经验上帝与改变世界，爱是永远唱的歌。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8章19到33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7节。因此我们从不灰心，虽然我们外在的躯体渐渐衰败，我们内在的生命却日日更新。我们所遭受这短暂的痛苦，要为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永久荣耀。戴德生说，信靠他的人，神永远给他出路，也不将超出他能承担的试探加给他。这就是神信实的一个明证。神要给人，怎样的人？信靠他的人一条出路。人在最终没有办法有出路，就是死路一条而已。但这位神却给我们的身体死了，永恒里给我们一条出路，因着他为我们死，换取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不在那罪恶中，使我们被救赎回来。在审判的日子，我们的灵魂因为神相信神，我们可以因信被算为无罪，就是因信称义。而我们这一生，我们可以因着信相信神，而我们可以走那成圣的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像神。我们昨天说到一个很难承载的情况，就是大卫的儿子押沙龙，他死于自己那个他最引以为傲的优势头发，因为他头发因着在森林丛林里被卷在那个树干上，而他所骑的驼子跑掉了，而最后他也被约押杀死了。而旁边的人其实都知道，因为大卫有交代千万因着大卫的缘故不要杀他儿子。但这真的很难这个战争很难说每个人在内心要的都不一样。判断，我们看到约押的判断就是一定要给他死，因为押沙龙不死的话，有可能大卫危险，或者是约押他内心到底想什么。约押的心其实他是想很多的人我们现在先不要破梗我们慢慢的看就知道，真的人看一个人真的日久见人心，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就是有人这个想要跑去跟王把这好消息报告王上主已经救王脱离了他的仇敌这个是沙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对约押说的话。约押说不，今天你不要去报告什么好消息，改天再去，不是今天，因为今天王的儿子死。我们看约押多懂情思，你看约押多懂他的主人大卫的心于是约押对另外一个古时仆人说，你去把他所看到跟王报告。他仆人就屈身下拜跑去了。但这个亚西马是这个坚持要去，又说不管怎样，请让我也带这消息去。约押这时候说，我儿亲爱的大家，其实约押用我儿可见他多么关心他像儿子一样。为什么一定要去？你报这个消息得不到奖赏的。但人的心就是这样我明明得不到奖赏，
那不管怎样，还是坚持要去，我就是要去。约押没办法说，那你去吧。我们有时候真的我们会判断说，我们这样让我们身边人这样走下去，一定会走到一种让人担心的境界。但就是人的坚持，那能怎么样呢？真的是能怎么样呢？他们真的就去了。大卫当时候坐在这个内外城门中间的地方，守望的人看见了，就跟王说，有一个人单独来，他一定来报好消息的那个人越跑越近王就说，这个人赶快请他来。但那个守卫说，又有一个人跑来了。哇，这个说赶快，他也是好人，他一定会带好消息亚西马斯大声地说，对王说，吾王万岁，就伏在地上叩拜说，赞美上主你的上帝，他使陛下胜过了背叛的人。王就问，那年轻的押撒龙平安吗？亚西马斯回答说，陛下，你的将军约押派我出来，我看到群众大骚动，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王说，站开。亚西马斯就推到一边站着。那时那个古时的人向王说，我报告好消息，今天上主使你胜过一切背叛的人。王又问，那押撒龙平安吗？古时人回答说，愿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发生在你仇敌和一切背叛你的人的身上。其实他们都不敢直接讲，押撒龙其实已经死了。王一听，悲从中来，就上楼到房间去哀哭，一面走一面哭，我儿啊，我儿啊，押撒龙，我儿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我们听到这里，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为父的心。押撒龙再怎么大逆不孝，大卫仍然爱他，爱子情深，他悲痛不已宁愿替押撒龙受死。亲爱的大家，我们也有一位这样的父亲，他也爱我们，他不只宁愿替我们死，他还有能力为我们死。大卫没有能力为他的儿子死，他想保他的儿子的命都保不了了，他如何替他的儿子死？但有一位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的耶稣基督，他原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无罪的，但他替我们死，带我们付出那赎罪的代价，钉在十字架，使我们可以得救。将来我们死之后的灵魂，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那在永恒荣耀的国度里。神这么爱我们，一个不完全的父亲大卫，做错许多错误决定的大卫，久久以前根本押撒龙犯错，不想看到他，但当押撒龙面临死亡，大卫的心宁愿替他赎，但人没有办法救人，唯有神有办法代赎，替我们死，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默想到这里说到，身为父亲的大卫眼中，儿子押撒龙再怎么样陷在罪中执迷不悟，为父的心仍然永远爱他，但就是没办法替他死。但我们在父的眼中，只要我们愿意，
他愿意替我们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人生很短暂，很像是早晨起来的雾，很像云中在空中飞，寒冬中绵绵的雪，深夜的天星。我们的生命很像烛火，熄去，生命就过去。我们生命像一场梦，但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爱我们，你永恒生命分享给我们平安，使我们跟你相连接，我们就感受到爱，而我们生命中也永远唱着一首爱的诗歌，是因为你爱我们，你就是爱。谢谢主，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大家，让我们今天活在主的爱中，主的爱来带来许多的神迹奇事，我们今天就来经历。我们明天见。万物都告诉我，万物都告诉我，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